胡彦斌2018年推出歌曲《你要的全拿走》，因为其中一段歌词难度超高，6秒钟要唱37个字，掀起一股挑战潮，包括林俊杰、罗志祥都是唱，没想到 Ella 挑战成功，也让网友说这是听得最清楚的版本。歌手林俊杰，看见的都在消遣，特价特价特价卖什么？看见的都在消遣特价，卖出不管它贵贱，一个接着一个一排。林俊杰演唱会上挑战胡彦斌的歌，你要的全拿走，试了好几次，怎么唱都卡关，只好请出原唱胡彦斌，不过没想到连原唱都卡。歌手胡彦斌，好聚好散，听着也楚楚可怜，听着也楚楚可怜，看见的都在消遣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排接着一排的清点在消灭，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，歌词宛如绕口令，6秒钟要唱37个字真的太难，或许是不甘心 ，JJ 还搞笑模仿张学友唱同一首歌再度挑战。歌手林俊杰，看见的都在消遣，特价卖出不管它贵贱，一个接着一个一排的清点在消灭，关了门我们两不相欠。不光是两位实力派唱将，先前小猪罗志祥也想挑战，只可惜关键时刻只能含糊带过。Ella 咬字超清楚，完全没落，拍表情超投入，最后还露出得意的笑容。挑战成功，一连好几位歌手挑战快嘴，只有 Ella 顺利过关，也让网友大赞，然是地表最强女子天团的 rapper。